听见这是的嘞。大家好，听俺做了怎样吧？卡巴干吧，是的这个音。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8课打电话。那么时下打电话是最方便的通信方式。那么电话的确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您的电话可千万不要没电哦。那么您知道怎样用藏语打电话吗？那么今天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用藏语打电话时的常用的一些句子。比如我们经常拿起电话以后这样问：这是的嘞，키랑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您找谁？一般我们接到电话一定会说这句话：这是的嘞，키랑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你找谁？这是的嘞，키랑수在南边饮吧？请问您找谁？这是的嘞，키랑수在南边饮吧？您好，请问您找谁？那么有时我们也这样问：请问您是哪位？跟着学句如키랑수饮吧？请问您是哪位？根据需求了，키랑수饮吧？请问您是哪位？根据需求了，키랑수饮吧？请问您是哪位？跟着学句如키랑수饮吧？请问您是哪位？那么您要找的人是干妈局长的话，经常会这样问：请问干妈局长在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干妈局长啦，修读嘅。请问干妈局长在吗？干妈局长啦，修读诶。请问干妈局长在吗？干妈局长啦，修读诶。请问干妈局长在吗？干妈局长啦，修读嘅。请问干妈局长在吗？如果说他不在，您可能这样问别人：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说明度키랑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你有急事吗？空谈的说明度키랑了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说明度키랑了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您有急事吗？空谈的说明度키랑了在这预备。他现在不在，你有急事吗？那么我是打电话的那方的话，我肯定会跟你留下这样一句话。那么请转告他，下午让他在交通局开会。키랑키空啦，记住，짐주주啦，冲突了，필요나四个都是送了拿。请你转告他，下午到交通局开会。키랑키空了，记住，짐주주了，冲突了，필요시四个都是送了拿。请转告他，下午请他到交通局开会。키랑키空啦，记住，짐주주啦，冲突了，필요나四个都是送了拿。请转告他，下午在交通局开会。当您找不到干妈局长时，您可能给接电话的那个人说这样一句话：那么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跟着学句如空气가방장 가져래。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根据需求了，空气가방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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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져래。
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在问电话号码之前，你应该确定他有手机吗？那么他有手机吗？空了，拉基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他有手机吗？应该这样问。空了，拉基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空了，拉基卡巴有指别，请问他有手机吗？空了，拉基卡巴有指别，他有手机吗？那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키랑키 알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你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알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알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 키랑키 알라 준규 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 请帮我接一下传达式。因为找不到干妈局长，我打了一下午的电话。那么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应该怎么说？你空了，记住去看人卡巴给人。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你也空了，记住去看人卡巴给人。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你也空了，记住去看人卡巴给人。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你也空了，记住去看人卡巴给人。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您给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都没接通，原来是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那么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应该怎么说呢？ 키랑키 콩키 카바라 앙자 너른낭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弄错了。 키랑키 콩키 카바 앙자 너나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 키랑키 콩키 카바 앙자 너나샤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弄错了。前面我们学习了打电话时常用的一些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下面我们针对重要句型做替换练习。那么平常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请问谁谁谁在吗？那么我们今天先来学习这个句型，在藏语里应该是跟着许个了，苏苏苏，许读耶。比如，请问爸爸在吗？跟着学句如巴拉修读耶。请问爸爸在吗？跟着许个了，巴拉许读耶。请问爸爸在吗？比如，请问刘老师在吗？跟着学句如点刘了修读耶。请问刘老师在吗？跟着许个了，点刘啦许读耶。请问刘老师在吗？请问扎巴院长在吗？跟着学句如院长查不啦修读耶。请问扎巴院长在吗？跟着许个了，院长查不啦修读耶。请问扎巴院长在吗？那么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也会这样说：请帮我接一下谁谁谁。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种句型，在藏语里应该是 kiranki ngala sususu kabashi turona。比如，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키랑키 ngala局长熊来看给卡巴吉推着呢，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 kiranki ngala局长熊来看给卡巴吉推着呢，请帮我接一下局长办公室。
比如，请帮我接一下主任讲。키랑키 나라 주任키 심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主任讲。키랑키 나라 주린라기 심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主任家。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키랑키 나라 좀지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키랑키 나라 좀지칸기 카바직 뒤로나，请帮我接一下编辑室。